台南市社会局最近查到2件年母违法照顾婴幼儿的事件，其中一件是一个40岁年母无牌哦，竟然伫家己的厝内照顾8个婴幼儿。除了违法超收之外，这个环境的清洁甲安全性嘛真有问题。社会局是直接甲罚款6万块。我们要立案，我们也不晓得怎么立案，我怎么那个？非法的收托场所，囡仔直接困伫这无铺软竹的床房顶面，四周围无风浪保护，一无细节有可能跋落受伤。共同几层楼啊？就这边而已，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到2楼去。过来看这牛奶干啊杯啊，这囡仔用品看起来拢无即时的清洗杀菌，卫生状况无啥好。所以这摆收几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台南市社会局警员查到违法的年母收托照顾婴幼儿，伊并无执照用卡俗的技巧收8个，严重超收，环境清洁甲安全拢使人担忧。没有证照，然后他也没有受过相关的这个保姆训练，他收了8名的这个婴幼儿。社会局直接开罚6万，法令规定每一个年母上最当收2名2岁以下，甲2名2岁以上的婴幼儿。家长都知道，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无照保姆比较便宜，因为他只有收6000到1万，所以家长就把小孩子送去那边。呼吁家长唔通为着计小数，就甲囡仔送去无执照的年母，或者是无合格的场所。若是容易产生纠纷，也阁有可能互家己的宝贝陷入危机。